来关心上新的消息，这是昨下晡5点半，伫宜兰市的庆和街一栋查起的家厝啊发生火烧厝，火是烧甲真紧，佮烧甲真猛。消防人员去拍火了后，伫厝内有发现一个独居82岁的老阿公已经死亡，家属真悲伤。因是表示讲，自本伫今仔日要送这个阿公去安养院，想袂到发生火烧厝。 大量乌烟一直庆悬，伫安静的主题区是正野白。火警就发生伫下午下晡5点外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伫宜兰市庆和街这栋木造的病房已经是浓烧起来，厝顶也有崩塌的情形。因为火势真的当时还是很大，甚至从我们第3面那边也有人员从第3面跟第4面大概3个面向去做抢救。 消防人员布水线全力拍火，暗过火势见过猛，一声将厝烧了了。家属表示，厝内底也有一个独居的82岁姓陈的老先生，2-3年前车祸了后行动不方便，打算今仔日要带安养院，想袂到前一天煞发生危险的代志。但到消防人员发现伊的时阵，已经明显死亡。我根本就偷偷甲安排，要甲压住。哦，一人叫危险，已经袂惊咯。 老先生和房内厝顶地条咧受困火场，最后传出不幸的消息，也互家属真悲伤。另外详细的火原因，还佫等火调人员进一步了解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